好啦，第二版咧重溫多次個 proof 證明呢樣嘢咧，就一定要寫翻究竟左右手邊相唔相同啦。所以你一定要寫翻我 left hand side 究竟等唔等於 right hand side。但係留意翻，我哋而家唔係做緊方程，所以唔好諗住話咁我左右手邊一齊乘4咯，冇得咁樣做。而家你左手邊咧抄翻呢一 part 落去之後啦，呢個我唔抄啦。抄完呢一 part 之後咧，你見到呢個我哋叫二分母加減，係咪？二分母加減咪真係要通分母咯。所以你見到通分母做4冇錯，所以而家前面嗰嚿嘢冇好做嘅。好啦，後邊嗰嚿通分母做4，咁即係分子分母一齊去乘翻個2啦。咁我建議大家唔好去跳步驟住，咁樣寫咗先，得嘛？咁樣寫咗先，將成個分子分母一齊去乘翻個2啦，得嘛 ？OK， 好啦，下一步，當分母相同，分子就可以相加減啦。所以下一步分母我哋照 keep 啦，然後分子就會係6x減3，再減翻2括號4x減2。你嗰成題我照抄嘅。下一步。拆括號啦，呢一 part 拆括號啊，咁前面嗰啲冇好做，照抄翻啦。好啦，後邊拆括號就係見到做減8x 再加翻4。通常大家咧會錯喺呢個位置嘅。留意翻我減嘅唔係淨係想減前面嗰嚿，我後邊嗰嚿都要減。所以留意翻呢一個點解我叫你一開始唔好去跳步驟，我哋先 group 埋啲數字先，係因為我拆完呢個括號之後，我發現後邊呢個位置係加嚟嘅，得唔得？OK， 好啦，咁所以去到最撈尾計埋個答案咯喎，最後就會計到嗱，我寫喺右手邊又唔係好夠位啊。好啦，4分之負2x 再加1，然後再對比翻成條式嘅右手邊係一模一樣，咁你咪寫翻我等於 right hand side， 所以而家佢係一個 identity 咯。咁佢係 identity 嘅話咧，就抄翻成條式，然後再中間個等於咧寫翻3條橫線，咁就 OK 啦。或者你好長氣咁寫翻成句我成條式 is an identity 都得，兩個寫法都 OK 嘅。咁你自己抄翻右手邊啦。咁啊，條式我就唔抄啦，純粹將中間個符號改做3條橫線啫，得唔得 ？OK， 好，寫完之後咧，去到下低你嘅第二題啦。第二題，當佢 given 咗佢係一個 identity 嘅話，你咪可以直接左右手邊比較咯。所以而家咧前提係我哋左手邊先整靚先。左手邊咧拆完括號叫做 ax 次，再減翻4x， 再加翻2x， 再減翻2b，得唔得？拆完括號之後，跟住我左右手邊去比較嘅時候咧，比較緊個 coefficient。咁我哋逐 part 跟住個次序去寫啦。第一 part 我哋比較緊個 x 次啦，跟住再比較個 x 一次，最後再比較個 x 0次，亦即係我哋所謂嘅 constant 啦。咁啊冇 x 嗰啲咁咪叫 constant 咯。所以而家逐 part 由左至右去寫。第一個 x 次，揾翻左手邊 x 次嘅 coefficient 幾多 ？x 次，見到未？x 次喎，右手邊係3，咁左手邊咧 a 冇錯，咁所以揾完呢兩個數字之後咧，大家千祈唔好咁寫，唔好寫 ax 次等於3x 次，唔使咁寫，直接寫翻 a 等於3咁就 OK 啦。咁啊，我哋比較 coefficient 啊嘛。好啦，下一步我哋再揾埋個 x 嘅 coefficient 啦。左手邊嗱，睇一睇左手邊 x 嘅 coefficient 你會點寫啊 ？x 嘅 coefficient 叫做乜嘢？快少少 ，x 嘅 coefficient 叫負4a 同埋2冇錯，所以你而家係寫翻負4a 同埋2，呢個係左手邊啫。咁右手邊咧負4，所以而家叫負4a 加2等於負4。咁啊，爆咗呢條式先。咁而家暫時個 A 你見到左手邊個3都啱用喎，咁即係代表你個3可以攝翻入去。OK， 所以而家成條式咧，右手邊個負 C 我哋會照抄啦，而左手邊純粹將個 A 咧我哋改翻做3，咁就 OK 啦。咁最後咧你就會計到個 C 係等於10嘅。咁啊，逐 part 跟住個次序由左至右去寫啦。寫完個 x 次，跟住輪到個 constant 啦喎。左手邊個 constant 係咩數字啊？左手邊個 constant 係左手邊叫乜嘢？叫做負 2b。右手邊加6，正6啦，咁即係加即係6啦。所以而家叫負 2b 等於6啦。然後就會計到個 b 等於負3。咁3嚿嘢揾晒啦。好啦，咁寫完之後咧，去到下低睇一睇你嘅第4題啦。嗱，上高第3題咧，呢兩嚿嘢去 factorize， 咁即係換言之去抽啲因素出嚟。其實同你做短除個做法都係一樣。睇下兩項大家有啲咩可以抽，呢個我就唔多講啦。好啦，但係去到下低你嘅第4題啦。第4題首先我要分辨到呢度有幾多項先。呢度係咪有2項啊？見唔見到？有2項，而呢2項前面第一項係有4
U 二次同埋3C 減 D 呢個因素，後邊係有-2 U 同埋呢撇因素，見唔見到？好啦，而呢兩撇嘢，大家有啲咩可以抽咧？首先我哋揾翻有啲咩似樣先，有啲咩似樣？應該係試下，你覺得呢兩嚿有啲咩似啊？啱，冇錯，3C 減 D， 但係個問題就在於前面係3C 減 D， 後邊係 D 減3C啊嘛，見唔見到？兩個唔一樣嘅喎。其實兩個如果前後調轉咗，係差啲乜嘢？差個乜嘢？負，冇錯，其實就差個負嘅啫。即係例如話我之前有解釋過，2減1同1減2個答案其實幾乎一樣，就係差個負啫嘛。所以其實我如果抽埋個負出嚟，究竟個括號會剩翻啲咩咧？如果我抽走個負，正常第一嚿我會寫翻變做負 D 咯，後邊個負抽咗變咗做正咯，變咗做3C 咯。但係由於我咁樣寫，我調翻轉嚟寫，其實係咪真係叫做3C 減 D 啊？所以我抽咗個負，我入邊可以直接寫3C 減 D 嘅，明白 ？OK， 呢個純粹係我後邊框住呢個位置可以變成咁樣啫，兩邊係一樣噶，冇分別噶。OK， 所以下一步會點做咧？第一件事，你前面嗰啲唔好理佢住。通常我哋唔搞前面嘅，通常搞都係搞後邊啫。OK， 所以後邊呢個咧，如果我想將佢變成咁嘅樣嘅話，呢個負會同呢個負 combine 埋一齊，所以負會得正，冇錯。好啦，然後個2U我哋照 keep 啦，跟住後邊呢個括號入邊嘅數字咧，我哋就可以直接調轉嚟寫啦。所以變咗第一個步驟，我淨係喐咗藍色部分啲掣嘅啫，其他嗰啲冇變過嘅，明白？好啦，跟住就係大家抽嘢嘅時候咧，有時候會抽得唔夠乾淨嘅。兩行大家都有個3C 減 D， 呢個好明顯啦。但係除此之外，仲有啲咩可以抽？如果你淨係抽個3C 減 D 唔夠乾淨，即係等於係啊，冇錯，仲可以抽個2U。等於做短除咧，你12同8做短除，你可以攞個2，可以攞個2慢慢做短除。但係比賽我會一嘢攞個4去做短除，明白？你抽嘢嘅時候抽乾淨啲。兩項大家仲有個2U係可以抽嘅，所以每一項你搣乾淨晒，得嘛？然後括號就再寫翻剩低嘅嘢。第一嚿啦，中咗個搣咯，4冇咗2會剩翻2啦。然後 U 二次冇咗 U 會剩翻個。U 冇咗，跟住括號成個冇晒啦，明白 ？OK， 後邊會全部2U 同括號都冇晒，即係剩翻個1冇咗，搞掂。嗱，當然你可以分幾步去抽嘅，但係咁樣就慢得滯啦。OK， 好啦，咁寫完之後咧，去到後邊你嘅第3頁。第3頁咧，上個禮拜亦都教咗你分組去 battle， 有時候佢唔一定咁靚，次次幫你去整合埋一齊，然後你自己去抽，唔一定咁樣嘅。所以你自己係有機會去分組啦。例如話分組嘅時候咧，有類似嘅就可以分組啦。例如話前面嗰兩個大家都有個5，後邊嗰兩個大家都有個 A、B， 咪可以咁樣去分組。所以當係兩條題目咁做，前面嗰嚿大家都有個5可以抽，咪剩翻個 E 減 F， 呢個好簡單啫。後邊嗰嚿大家都有啲咩可以抽啊？大家都有個 A、B 冇咗，抽個 A、B 出嚟啦。好啦，然後括號會寫翻剩低嘅嘢，但係俾你諗下括號入邊，你覺得係會寫啲咩數字？一定係寫個 E 減 F， 得嘛？一定係寫個 E 減 F， 一定係同前面一樣嘅。如果唔係你抽唔到，係咪？所以其實你諗都唔使諗啊，呢個一定係寫 E 減 F。但係個問題就在於，而家你將4項分成兩組嘅時候，嗱，中間呢個你究竟係抽緊正 A、B 定負 A、B？負 A、B 冇咗非常，點解抽個負 A、B 咧？我哋望一望括號入邊嘅數字，靠呢個去估㗎。呢個係叫正 E 係咪？咁我想要正 E 喎，但係上高呢一個位置係負 E 嚟嘅喎，所以我咪抽走個負咯。明白？所以透過呢個方法去諗究竟抽正定抽負。咁你而家分咗做兩組，兩組大家都有個 E 減 F， 咪抽個 E 減 F。然後括號就寫翻剩低嘅數字，第一個會剩翻個，第二個剩翻個負 A、B 做完，唔難嘅。你前面括號未寫？得嘛？好啦，然後去到下低你嘅第6題我唔講啦，應該識做嘅。好啦，睇埋你嘅第7題。好啦，第7題你有6項，你咪分組。你中意3個咁分組又得，兩個都得。咁比著我會選擇3個嘅。咁啊，前面 H 組，後邊4組。OK， 所以前面可以抽個 H 出嚟，剩翻低個 H 減 L， 跟住咧加 M 冇錯，咁留意翻個 L 最好就寫翻潦草啊，得乜費事你咁樣同個1都亂咗啊 ，OK？ 好啦，咁後邊可以抽個4出嚟啦，括號入邊其實你都估到嘅，一定係同前面一模一樣嘅，得乜？除非題目出錯咗或者你自己計錯數啫，明白？一定係一模一樣嘅 ，OK？ 兼且前面呢個位置應該係我需要正 K， 咁所以咪抽個正出嚟咯，得乜？所以兩嚿嘢大家都有個 K 減 L 加 M 可以抽，咁就抽出嚟咯。成個括號抽咗出嚟之後，括號第一個會剩翻個 H， 第二個剩翻個加4，唔難嘅，好簡單嘅啫。
OK， 好，寫完之後咧，然後填去下頁後邊你嘅第4頁。嚟緊第4頁咧，我哋會教少少新嘢嘅，會教一樣嘢叫做identity 啦。平時我哋講咗恒等式就係講話左右手邊永遠相同嘅式啊嘛。咁嚟緊 Form 2咧，我哋有3個恒等式係需要大家背翻嘅。呢個係頭兩個，得啦，頭兩個叫 A 加 B 括號二次會等於 A 二次加 2AB 加 B 二次啦。咁即係點做咧？如果你用咗呢一條公式，你有背到嘅話，咁即係實情點做？以後你見到任何括號二次都可以代用翻落去。例如話 x 加 y 嘅括號二次，咁咪 x 二次加 2xy 再加 y 二次。得嘛？例如話x 加3嘅二次，咁咪 x 嘅二次再加2乘 x 乘3再加翻3嘅二次，明白？純粹代晒佢啫。但係我唔想大家去死背呢兩樣嘢，我教你一個方法。嗱，個原理就係話我括號 A 加 B 嘅二次，正常係咪我哋會拆開做兩個括號，跟住逐個拆啊？好啦，拆第一個括號，好啦，會變咗做 A 二次啦，係咪？跟住第二個會變咗做 AB 啦，跟住第三個咧都係個 AB 啦。第四個咧就會係個 B 二次啦，最後咧我將中間嗰兩個 like term group 埋佢，咁咪變咗做 2AB。你見到同左手邊呢一條式係一樣嘅，得嘛？個原理係咁樣啫。如果你選擇逐個拆括號，但係我教大家一個方法，以後你見到括號二次呢一個情況，我哋叫 perfect square， 得嘛？perfect square 嘅情況咧，以後你就會將佢爆成3樣嘢，得嘛？A 加 B 嘅括號二次，教翻大家原理喎，任何情況都係一樣。前面第一個數字，大家聽住喎，前面第一個數字就係前面嗰嚿嘅二次 ，A 嘅二次係咪叫 A 二次啊？同埋點解係前面嗰嚿二次啊？因為我係會將呢兩個數字乘埋佢噶嘛，明白？好啦，後邊第三嚿嚟聽住喎，後邊第三嚿叫做後邊嗰嚿嘅二次，正 B 嘅二次，咁咪即係加 B 二次咯，得嘛？好啦，中間嗰嚿叫做呢3個數字乘埋佢，連埋個正負去睇㗎，得嘛？呢3個數字乘埋佢，咁即係2乘 A 乘正 B， 咁即係叫正 2AB。明白？咁點解要乘2啊？係因為佢要乘2次，佢會 double 咗2次噶嘛？明白？所以你套用翻呢個情況，即使係去到 A 減 B 嘅括號二次，你唔使死背啊，就係用翻呢個方法，叫做括號二次就肯定有3嚿嘢存在。第一嚿嘢嘅二次，咁係 A 二次咯。第三嚿嘢嘅二次，由於負嘅二次都一定係正嚟噶，明白？所以負得正，呢個咪叫正 B 二次咯。OK， 中間叫呢3個數字乘埋佢，2乘負 B 再乘 A， 咪負 2AB， 所以個負係咁嚟㗎，get 唔 get 到 ？OK， 所以我哋用翻同樣嘅方法去套用翻所有題目度，例如話呢度 M 加3嘅括號二次就肯定有3嚿嘢存在，你唔使寫下低啲步驟，我唔需要你寫，我想你直接爆呢3嚿嘢，得嘛？第一嚿嘅二次咪前面嗰個數字嘅二次咯 ，M 嘅二次真係叫 M 二次都冇錯，所以前面叫 M 次啦。好啦，後邊第三嚿我哋填咗頭尾嗰兩個先啦。後邊嗰嚿叫做後邊嗰隻嘢嘅二次，3嘅二次真係叫9冇錯，當然我哋寫埋個正9啦，咁啊，因為我哋要分開3嚿嘢嘅。好啦，中間叫做呢3個數字乘埋佢，2乘3乘 M，6M 冇錯，正6M， 明白？ get 唔 get 到 ？OK， 所以去到下低，例如話你如果冇你死背呢兩條公式，發生咩事咧？假設呢個情況叫做負 x 再減 y 嘅括號二次，喂，啱啱啲公式完全冇喎。見唔見到？咁冇嗰條公式，你咪開始會騰雞咯，明白？所以喺呢個情況都係有3嚿嘢存在，得嘛？第一嚿嘢嘅二次，由於負嘅二次變咗做正，呢個咪叫正 x 二次咯。好啦，後邊嗰嚿嘅二次叫負 y 嘅二次，咁咪即係叫正 y 二次咯。記唔記？中間叫呢3個數字乘埋佢，負得正，然後2乘 x 乘 y 會等於2xy。見到未 ？OK， 所以你見到我哋完全可以套用翻所有嘢，係用翻呢個3個方法。得嘛？你就唔使死背條公式，如果唔係你做唔到啊。得嘛？get 唔 get 到 ？OK， 所以去到下低，例如話第二個情況，第二個例子啊。第二個例子2括號呢嚿二次會點做咧？永遠都係計咗二次先，你唔好計咗個2乘入去，因為個2係唔需要二次嘅。所以我哋處理咗呢嚿括號先，又係呢個括號會爆咗做3嚿嘢。咁個2我哋 keep 住佢就唔使理佢啦。得嘛？前面嗰嚿二次啱啱講咗。後邊嗰嚿二次啱啱都講咗，記住負得正，中間又係呢3個數字乘埋佢2乘負 x 再乘負 y， 負得正，所以變咗做正 2xy。跟住你再拆埋呢個括號，清唔清楚 ？OK， 簡單嘅。好啦，然後去到後邊，我哋試下用翻同樣嘅方法去做翻啲題目啦。例如話睇一睇你第一題，第一題 A part 括號二次就肯定有3嚿嘢存在。我哋處理咗頭尾呢兩個先。好啦，前面嗰嚿嘅二次叫做 x 嘅二次，咁即係。x 嘅二次都冇做好低能啫。好，後邊嗰嚿叫做第三嚿叫做後邊個數字嘅二次啦，2嘅二次會等於4冇錯，咁寫埋個加乘。
好啦，中間叫做呢三個數字乘埋佢，嗱記住唔係次方話係乘埋佢，2乘2再乘 x 等於4x，冇錯，做完正 4x。咁啊，再嚟去到 B part 都係一樣，括號二次就有3嚿嘢存在。OK， 處理咗頭尾呢兩個先啊。第一個叫做 4x 嘅二次，16x 次非常好。嗱，記住個4都要二次啊。好，後邊-5嘅二次叫做正25，冇錯。咪寫埋個加啊，得嘛？正25。好啦，中間叫做呢三個數字乘埋佢，同埋咁留意翻，我哋以往即係科文嘅時候係咪教你計數？計正負數字再計英文字母，呢個都一樣，正負負冇錯，負啊嘛，有個負啊嘛 ，OK， 跟住數字2乘5乘4， 40，跟住英文字母 x 做完，你養成個習慣，用翻呢個次序去計數，得嘛？好啦，然後去到下低你嘅第二題一樣道理，括號二次就有3嚿嘢存在，得嘛 ？A part 第一個數字嘅二次9a 二次點啊？下一個。正 16b 二次，跟住中間正定負先，中間係負，跟住數字2乘4乘3， 24冇錯，24 AB 冇錯，做完。咁去到 B part 試下交俾你做喎，好簡單啫，咁啊用翻呢個方法，搞掂咗頭尾先。第一嚿嘅二次，-2嘅二次等於4係咪？係。咁 x 二次咧？係。咁下一個咧？3嘅二次點會等於6啊？二次方喎，即係叫3乘3喎。呢 part 未寫？係頭尾啱，咁中間要呢3個數乘埋佢。第一樣嘢決定個正負先，負得正係正先。好，跟住咧2乘2乘3就會等於，好似係冇我自己做。識做㗎嘛，好繼續搞掂咗括號二次先，咁即係6，我哋照抄啦。6寫先，或者係6。好嗱，而家係呢3個數字乘埋佢啦，係咪？負會得正咯，明白？咁即係錯啦，個牛仔。嗱3個數字乘埋佢喎，見唔見到？負得正咯，要正負。12寫呢個12。冇錯，好，繼續下低。嗱，下低都一樣，計咗括號二次先啊，跟住再乘翻前面個數字啊。對一對答喎，睇一睇你嘅第3B 先啦。上高3A 我就唔睇啦，3B。嗱 B part 第一樣嘢，記住個負2我哋唔好搞佢，先處理個括號二次先。所以我哋搞掂咗後邊嗰 part 先啊，都係嗰句括號二次就肯定有3嚿嘢存在。第一嚿填啲咩？-5s 嘅二次會等於25s 二次都冇錯。好，跟住後邊嗰嚿 2t 嘅二次會等於2t 嘅二次。
係加4 T 二次冇錯，同埋逐個睇啫。我要二次個 T 都要二次啫，就係咁樣做。OK， 好啦，咁最撈尾叫呢3個數字乘埋佢。嗱，第一樣我哋決定個正負先，2乘 2T 再乘負 5S 正定負？負，跟住數字上叫做2乘2乘5，即係20，跟住英文字母咪叫 ST 咯。咁啊冇乜難度嘅，咁最撈尾就將呢成堆嘢插翻個括號。第一個負2乘翻25S 次，咁即係叫負50S 次啦。咁中間第二個咯喎，負2再乘翻負20，負得正啦，所以係正40S 啦。咁最撈尾嗰嚿負2再乘正4會等於負8T 次。對一對你自己答案。咁啊，對一對佢答案。唔難嘅，好簡單啫，全部都係套用翻同樣嘅方法，括號二次就只有3嚿嘢。OK， 好啦，繼續去到下低你嘅第4題啦。佢望落嚟好樣衰，但係都係個做法一樣㗎。括號二次，總之就一定有3嚿嘢存在啦。OK， 好啦，第一個數字叫做 K 二次再二次，次方再次方，次方相乘，所以叫 K 4次冇咗 K 4次啦。好啦，咁後邊嗰嚿嗱，我處理咗前後先啊，咁啊前後嗰兩個最簡單嘅，後邊嗰嚿嘅二次，由於負得正，好啦，正幾多咧？咁成嚿嘅二次即係點啊？次方如果我要處理埋佢，叫做分子同分母都要二次啊嘛。分子二次即係 D 嘅二次，分母二次3嘅二次係等於9，做完明白？所以你見到個規律係我前後寫嗰兩個數字，其實永遠都係正數嚟㗎，因為永遠所有數字嘅二次方就一定係正數，所以頭尾其實你諗都唔使諗，一定係寫正嘅。得唔得 ？OK， 好啦，中間叫做呢3個數字乘埋佢。嗱，有時候你覺得哇咁鬼樣衰，我唔知乘埋佢等於咩數字喎，唔緊要，咁你咪寫埋個步驟出嚟咯，明白 ？OK， 咁你寫個步驟嘅時候，咪即係將2乘以負 D over 3，然後再乘翻 K 二次咯，你可以咁做㗎，得唔得？咁如果你話Miss 啊，我唔熟，我想直接填個答案，冇問題㗎，俾你填埋。總之3個嘢乘埋佢啦，個原理係咁嘅。好啦，咁你見到如果我將佢全部變晒做個假分數嘅話，分母乘分母，分子乘分子，應該冇得約揀噶啦。所以今次嘅答案正定負？負，跟住分母就寫個3，冇咗分子全部2乘 D 乘 K 二次乘埋佢，咪即係2DK 二次咯。做完，得唔得？如果你係唔係好肯定，你咪寫埋呢個步驟去咯，得唔得？你可以寫埋呢個步驟，冇所謂嘅。得唔得？暫時明唔明先？括好二次就一定有3嚿嘢存在，幾時都係咁噶啦。OK， 好啦，然後去到後邊你嘅第6頁，第6頁睇一睇 A part 嗰題啊。A part 佢話而家 expand 呢個括好二次，咁呢個好簡單啫，又係有3嚿嘢存在啦。咁當然你自己抄咗條題目先啊。好啦，然後有3嚿嘢，抄出嚟，得嘛？3嚿嘢。好啦，第一個數字嘅二次 2x 嘅二次即係2x 嘅二次，即係等於4x 次冇錯。好，第三個肯定係正定負先，正冇錯，正幾多？3y 嘅二次即係9y 二次冇錯。中間要3隻嘢乘埋佢，第一樣嘢正定負？負幾多？2乘2乘3即係12冇錯，12xy 做完。好簡單啫，同埋開始做熟咗之後咧，其實你好快就會爆到呢幾樣嘢啦。好啦，然後去到 B part， 嗱 B part 自己幫我打星佢。我同你講呢個考試100% 會考，肯定會考。呢個題係一定會出嘅。佢話 hence expand 呢一條式 ，hence 呢一種題目咪即係 using the result A 咯。咁啊，所以其實 hence 呢一種題目咧，你就要同 A part 去揾翻相同同埋唔同嘅位置。相同嘅位置係咪 exactly 就係前面嗰 part？ 咁即係點做咧？嗱，教你一個方法。我哋當呢個係一個整體咁睇，括好二次。如果你唔跟佢個，你唔睇 A part 嘅話，正常大家係會咁寫噶嘛。跟住逐個爆係咪？咁啊爆咗9嚿嘢，跟住慢慢再加減啊，有排搞嘅。OK， 咁但係如果我當呢個係一個整體嘅話，因為括好二次淨係得2嚿嘢啫嘛，suppose，所以我當呢一嚿嘢同呢一嚿嘢嘅二次加埋，咁應該識得點處理嘅。所以我哋會點做咧？第一步我哋會試下將個2x 減 3y 當成一個整體，例如我叫佢做 A 啦，咁啊叫做 A。咁即係 let A 等於 2x 減 3y。嗱，暫時應該未明嘅，但我寫住先，得嘛？如果我當呢成個係一個整體嘅話，成條式嗱，幫我抄翻佢先。成條式叫 2x 減 3y 加2嘅二次啊，係咪？我寫做 A 咁嘅樣，係咪叫做 A 加2嘅括號二次啊？呢個明唔明先？我將佢變成一個整體，我叫佢做 A。我爆呢個括號二次係咪簡單過爆呢個括號二次啊？見到未？所以我哋望住呢一條式去做，都係一樣。括號二次咪有3嚿嘢喺度，得嘛？好，邊3嚿？第一個
A 二次咯，第三嚿正4冇錯，中間加4A 冇錯，咁咪做完咯。明白？所以你見到原來我將佢當成一個整體去爆個括號二次，咁就變咗係容易啲處理，咁就唔係3嚿嘢去做啦，得嘛？好啦，咁下一步點做咧？你個 A 其實唔係真係 A 嚟噶嘛 ，A 我哋係改咗噶嘛，係咪？所以其實下一步我哋只需要將個 A 改翻做題目1開波個數字，即係寫翻2x 減3y 咁就得啦。所以成條式都係叫 A 二次加4A，然後再加4，只係我將個 A 改做2x 減3y 啫。將佢改翻佢1開波個數字，得唔得？試下先啊！好啦，最後尾去拆括號，拆括號呢個就唔使諗啦，點解？咩叫 hence 啊 ？Using the result of A 啊，係咪？咁你咪用 A part 個答案 ，A part 我哋 exactly 就計到呢一個答案啊，見唔見到？即係我前面嗰 part 直接將佢改為嗱，唔係好夠位啊，直接將佢抄翻 A part 個答案落去。搬翻落去啊，咁就叫做等於4x 二次減12xy 再加翻9y 二次，得嘛？我將 A part 嘅答案直接抄落去，自己爆括號都慳翻啦，得嘛？好啦，跟住之後後邊呢個就真係要爆括號咯，所以呢個爆翻括號叫做加8x 減12y， 有個加4冇嘢好做，咁啊照抄翻啦，得嘛？咁就做完成個拆括號嘅過程，咁就好過你逐個去爆，跟住之後再 group 埋佢咁樣，咁有排搞，得嘛？所以原來我哋可以將前面嗰嚿作為一個整體去睇，得嘛？呢個題型要識啊，得嘛？咁你翻到去做功課嘅時候咧，都有類似咁嘅題目，你自己參考翻呢一題啦，得嘛 ？OK， 好啦，咁寫完之後咧，啱啱我哋學咗 expand 個括號二次啦，咁調翻轉頭，我哋如果去 factorize 個括號二次嘅話，即係點做咧？呢一個過程啦，由括號二次變做3嚿嘢，呢個過程我哋叫 expand 係咪？咁如果調翻轉頭，由呢3嚿嘢變翻做括號二次，呢個過程就叫 factorize。咁但係問題就在於，如果我哋見到呢3嚿嘢 factorize 係點啊？3個數字去攞個因數係咪？但係我真係攞唔到任何公因數出嚟喎，呢3項，所以會點做咧？當你見到有3項嘅時候，咁啱有3項，然後而且佢跟住個次序去咁排嘅話，排完個次序，你發現前面同後邊嗰嚿咁啱係任何一個數字嘅二次，即係例如話前面係叫 A 嘅二次，後邊係叫 B 嘅二次嘅話，我就可以試下將佢變成括號二次，係試下啫。好啦，中間如果係加，你咪填翻個加落去；中間如果係減，你咪填翻個減落去。明白？咁然後再 double check 翻個答案，原來你拆翻括號 exactly 係咁嘅樣，咁即係代表你factorize 係啱嘅。OK， 所以例如話下低呢個例子，望下低呢個例子。OK， 好啦，你咁啱見到有3項，總之係見到有3項嘅時候，而你又唔知真係點樣去做短除，點樣去抽 factor 嘅時候，你就諗下可唔可以用公式啦。例如話前面嗰嚿係咪咁啱叫 2D 嘅意思啊？後邊嗰嚿係咪咁啱叫3嘅意思啊？當你見到喂咁啱都係一個數字嘅意思喎，咪試下將佢爆成括號二次咯，得嘛？好之後專心。好啦，咁然後中間係減，你咪寫翻個減咯。嗱，大家聽住，唔一定次次啱，唔一定次次啱，你一定要 double check 翻個答案。前面嗰個二次正確，後邊嗰個二次正確，3嚿嘢乘埋佢都正確，咁你先可以話咁樣 factorize 係啱嘅。明白點解我話要 double check 啊？有時候佢好鬼賤格㗎，中間佢寫15都得㗎。咁你真係拆括號變唔到做咁嘅樣，咁即係代表你 factorize 唔啱，明白？即係代表佢冇得咁樣 factorize，清咗未？所以你一定要 double check 翻個答案啦 ，OK？ 所以去到後邊咧，我哋望一望你嘅第7頁先。第7頁，佢話而家我要 factorize 呢嚿嘢，但係你係分唔到組別㗎。你話我前面嗰兩個我抽個 T， 但係後邊嗰個咪單丁咗，你咪唔知點做。明白，所以喺呢一個情況，我哋唯有試下去諗下，可唔可以用公式處理？當然用公式嘅前提係要跟住個次序咁排。嗱，而家講個咩次序咯？叫做嗱，你望住求其一個英文字母，例如話 T 啦 ，T 二次，T 一次，T 0次，明白？即係後邊佢冇 T 過，你跟住個次序去排咗之後，你咪知道前面第一嚿同第3個數字咯。明白？好啦，前面嗰個係咩數字啊？咩數字嘅二次啊 ？T 嘅二次，後邊乜嘢嘅數字嘅二次等於8日啊？9冇錯，中間係加係咪？咁咪抄翻個加落去，得嘛？然後試下將佢變成括號二次，記得一定要 double check 翻個答案喎，得嘛？括號二次有3嚿嘢存在，第一個數字叫做前面嘅二次啦，第3個數字叫做後邊嘅二次啦，中間叫3嚿嘢乘埋佢2乘9乘 T 會等於18T， 正確，咁代表咁樣你 factorize 啱，明白 ？OK， 所以而家 A part 個答案就係咁。
冇啦，一步登天㗎，做完啦，得嗎？好啦，然後去到 B part 咯 ，B part 都係一樣，咁啱有3項喺度，而且佢係跟住個次序2次、1次、0次咁排嘅話，你就可以試下將佢變成括號二次啦，試下啫。OK， 前面嗰嚿叫做乜嘢數字嘅意思啊？諗清楚，乜嘢嘅意思會等於4A 二次咧？係 2A 冇咗，咁啊逐個做咁，2嘅二次會等於4，A 嘅二次會等於 A 二次咯，咁啊咁樣搣翻去。好啦，咁然後乜嘢嘅二次會等於9啊？3冇咗，中間寫咩符號？減冇咗，中間係減你就抄個減去，一定係咁做啊，得嘛？然後記得要 double check 翻答案喎，頭尾就一定啱噶啦，得嘛？好啦，然後中間嗰嚿叫3嚿嘢乘埋佢等於-12A， 咁啊啱。OK， 所以你見到我哋點解要排個次序？因為排個次序你先知道頭尾係啲咩數字，我咪可以還原翻佢冇二次嘅樣，明白 ？OK， 好啦，繼續去到下低你嘅第2題啦。好啦，第2題個問題就在於佢係冇跟到次序咁排，亦即係我唔知頭尾係咩數字，我咪唔知究竟要點填咯。所以第一件事應該係排咗個次序先嘅，2次、1次、0次咁排，咁啊跟住個次序。咁當然你調翻轉都得嘅 ，OK， 但係我俾咗我會選擇將個次方由大至小咁排嘅 ，OK， 好啦，然後括號二次試下將佢爆成個 perfect square 咁樣咯喎。當你見到有3嚿嘢，而你又唔知點樣 factorize 嘅時候。咁啊，所以記住你冇得咁樣單丁我將呢兩個 factorize 咯，佢又做唔到喎，明白 ？factorize 係講緊3個數字一齊去除同樣嘅數字，咁啊，所以而家我要抄翻佢嘅因數出嚟嘅話，前面呢嚿嘢係乜嘢數字嘅意思啊？乜嘢嘅意思會等於4S 二次咧？2S 冇咗，後邊咧乜嘢嘅意思要等於25啊？5冇咗，中間寫啲咩符號啊？加冇錯，然後 double check 翻個答案，3嚿嘢乘埋佢2乘5乘 2S 等於20S， 正確，得唔得 ？OK， 好啦，然後去到 B part 又係我哋排靚個次序先係點排啊？第一個寫個，第一個9H 時下一個，掂下一個，係冇錯。好啦，又係見到3個數字順住次序咁排嘅話，我哋就可以試下用括號二次咁寫啦。第一個數字填啲咩？乜嘢嘅二次會等於9H？3H 冇咗，後邊咧5冇咗，中間填個負冇咗緊。然後 double check 翻2乘5再乘 3H 會等於呢個30H， 咁就正確啦。同埋記得點都要 double check 啊，因為佢有時候好賤格㗎，佢中間會寫個28俾你啊，咁你咪砌唔到，明白？O 唔 OK？得嘛，消化到係咪？好啦，然後去到下低你嘅第3題啦。咁第3題咧，第一樣嘢我哋 factorize。個原理其實就係講緊抽緊呢3嚿嘢嘅公因數出嚟啊嘛，所以而家我哋望一望呢3項有冇嘢可以抽定先？有，可以抽啲咩？-3冇錯，你可以抽定先。第一嚿抽咗個-3出嚟之後會剩翻啲咩？A 次跟住咧加10冇錯，加10 AB 跟住咧再加。點除啊？25冇錯，25B 二次。咁啊，呢個最基礎嘅就係睇翻呢3項，大家有啲咩公因數？咁我抽定個-3出嚟先咯。呢個好明顯啦，係咪？抽完個-3出嚟之後，我話過抽咗出嚟嘅嘢就唔使理佢啦。而家我哋係望住括號入邊嘅嘢，有冇得再額外再寫靚啲？個括號有冇得再寫靚啲咧？呢一個括號咁啱佢嘅次方係由大至小咁排。嗱，留意翻咩叫大至小？係望住一個英文字母啫。A 二次 ，A 一次。A 0次，明白 ？OK， 咁所以後邊呢個冇 A 呢個，反而係最細嘅次方嘅，係嘛？所以我哋望住一個英文字母咁就得啦。咁啱佢嘅次方係由大至小咁排，而咁啱佢有3項，就肯定可以爆成括號二次啦。前面嗰嚿我哋填咩 ？A 冇錯，後邊嗰嚿咧乜嘢嘅二次會等於25B 二次咧？5B 啊，係咪？中間再抄個。正冇錯，至於中間呢個係咩符號，我哋照抄落去咁就得㗎。好啦，最後 double check 翻中間嗰嚿嘢啊，2乘 5B 乘 A 會等於正10AB 做完，得嘛？所以如果你還原翻做括號嘅嘢，最簡化原來係咁嘅，得嘛？好啦，再嚟去到下低呢個第4題。第4題嗱，首先你面前有3項，3項可以抽啲咩先 ？Y 冇咗，抽咗個 Y 先啊，跟住括號就寫翻剩低嘅嘢，第一嚿會剩翻個 Y 二次，第二嚿剩翻個-20 Y， 第3嚿正100。好啦，又係抽咗出嚟嘅嘢就唔使再理會啦。
再睇翻括號入邊有冇得再寫靚啲？呢一個括號有冇得寫靚啲啊？應該有嘅喎。如果你排翻靚個次序，二次、一次、零次，咁啱有3項，我哋睇翻頭尾究竟可唔可以砌到一個數字嘅意思先？咁啊，試下砌咗先，唔得嘅話，你咪拆咗呢一個步驟佢。OK， 好啦，睇翻第一個數字，我哋填啲咩？填個 Y， 後邊咧填個10冇錯，中間再抄個減，然後再 double check 翻你嘅答案啦。中間叫做負10乘2再乘翻 Y， 計完，咁啊冇嘢要處理啦。好啦，寫完之後去到 last 睇埋你後邊第8頁。第8頁又係第一件事咧，唔好咁心急將佢爆成括號意思先，因為唔一定次次都砌到嘅，係嘛？所以第一樣嘢，反而我哋係要做最基本嘅事。呢3項有啲咩可以抽 ？A 仲有冇？應該冇啦，係咪？抽個 A 先，咁第一個會整翻個。好，第二個負24B C， 第3個。正16C 以前冇錯，好啦，又係抽咗出嚟嘅嘢，唔使再理會啦。然後括號入邊睇下可唔可以再寫靚少少。括號入邊跟住望住其中一個英文字母次方，我咪望住個 B 次、B 1次、B 0次，咁啊，跟住次序咁排之後，我咪知道頭尾嗰兩個係邊個咯？前面嗰嚿同後邊個應該係可以砌到一個數字嘅意思嘅，所以可以將佢爆成括號意思先。前面嗰嚿填啲乜嘢？3B 冇錯，後邊嗰嚿咧？4C 冇錯，中間再抄個負，然後記得要 double check 翻你嘅答案啦。前面嗰嚿正確，後邊個正確，中間叫做呢3嚿嘢乘埋佢，還原翻做呢一個負24BC 係正確嘅，同埋一定要 double check 啊！好啦，然後去到下低你嘅第7題啦。第7題又係你面前有幾多項啊？3項，呢3項大家都有啲咩可以抽？括號 A 加 B 非常好，抽成個 A 加 B 出嚟，跟住括號就再寫翻剩低嘅嘢。第一嚿冇咗 A 加 B， 剩翻個 X 次。第二嚿咧，負2X。第三嚿加1冇錯。好啦，又係抽咗出嚟嘅嘢就唔使再理佢啦。所以而家個 A 加 B 我哋照抄就得噶啦。但係括號入邊我哋可以望一望，可唔可以寫靚啲？個 X 次方應該係由大至小咁排嘅 ，X 次、X 1次、X 乘次。咁啱佢由大至小咁排嘅話，我哋可以試下將佢爆成括號意思咁嘅樣啦。前面嗰嚿填啲咩 ？X 後邊嗰嚿咧？1冇錯，跟住中間再抄埋個減。最後我哋要 double check 翻係咪真係還原到做呢3嚿嘢啊？第一嚿變做 X 次，第3嚿還原翻做正1，中間嗰嚿叫做呢3嚿嘢乘埋佢，還原翻做負2X。咁啊？如果你拆括號嘅過程啱嘅話，即係代表你咁樣還原翻個括號係正確嘅。OK， 好啦，最後中間嗰題咧，其實你自己去排翻靚個次序，跟住你根據翻頭尾嗰兩嚿嘢去擺翻括號意思咁就 OK 啦。嗱，今日堂課係1至8頁啊。